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4月初9，咱做伙来读诗篇第35篇到第41篇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35篇，上主啊，甲我争论的人，求你甲因争论；甲我交战的人，求你甲因交战。求你摕大势的盾牌起来帮助我，用枪对付追赶我的人。求你对我讲，我是你的拯救者。求你予孝顺我性命的人受能力见效。求你予计谋陷害我的人撤退流溃。求你予因亲像予风吹的粗坑，有上主的使者甲因赶散。求你予因的路暗搁骨，有上主的使者甲因追赶。因无缘无故暗示落网要断我，掘陷坑要害我的性命。求你予灾祸伫无拍算的时临到因身上，你予因暗时的落网甜着家己。跋倒迄内面受害，安尼，我的心会因为上主快乐，因为伊会救阮欢喜。我规个人拢要讲，上主啊，无人会当甲你比。你拯救困苦的，脱离比伊较强的人；拯救困苦善者的，脱离抢夺伊的人。向我见证人站出来。因查问我毋知的事，因对我用歹报好，互我孤苦无助。毋过因破病的时，我穿满衫悲伤，刻苦禁者为着因额头祈祷。我款待因做我的朋友，做我的兄弟。我快乐哀伤，敢若为着老母死去在悲伤。毋过，我跋倒失败时，因斗阵欢喜；连伤的人嘛一直甲我能力攻击，因做伙逼伤我、欺笑我、痛恨我，对我加牙切齿。主啊，你若惦惦在看，要看偌久？求你救我脱离因的残害。救我的性命脱离扫帚的师，我要伫大聚会中感谢你，伫众人的中间称赞你。求你毋容阮无缘无故就对我的人对我夸口，毋通互无理由怨恨我的人甲我言，因为因无讲和平的话，颠倒造谣中伤意爱和平的人。因开嘴大声攻击我，讲：你看咧，阮有亲目看到。上主啊，你已经有看到，求你毋通惦惦。主啊，毋通徛远远毋插我。我的上帝，我的主啊，求你精神，求你起来，为我辩护，替我伸冤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照你的公义判断，毋通互因伫我的面前洋洋得意，毋容阮因心内讲，你看，代志拄照阮的心愿，毋通用因讲，阮已经甲伊吞落去。愿爱我拄着患难的人见笑流溃，愿骄傲对待我的人拢失望见笑，愿爱我受判无罪的人快乐唱歌，愿因不时讲。着尊上主最大，因为伊爱伊的仆人平安欢迎。我的喙齿要宣扬你的义，规日拢称赞你。第36篇，罪伫歹人的心底切动，伊眼中毋惊上帝。对伊来看，罪是伊的夸口。家己想讲上帝袂发见，袂厌恶，
伊讲诶话拢是罪恶甲奸诈，伊无搁再有智慧，嘛无好诶行为。伊伫眠床顶还伫计谋罪恶，伊决定要行歹路，去杀歹代。上主啊，你诶慈爱悬到拄天，你诶信息到强冲，你诶公义亲像极悬诶山，你诶判断亲像深渊。上主啊，人甲精神你拢眷顾。上帝啊，你诶慈爱哪会遐宝贝？世间人拢来密伫你是个会保护诶，因要伫你诶厝享受丰富诶宴席。你要互因啉你快乐诶河水，因为活命诶源头在伫你。对你诶光愿看见光。愿你继续施乐慈爱互捌你诶人，施乐公义互心内正直诶人。毋通用阮骄傲诶人诶骹吞踏我，毋通用阮凶恶诶人诶手赶着我。你看，最歹人一个倒落去，因受车倒，袂当搁起来。第37篇，毋通因为做歹诶人心内不平，毋通怨妒行为不义诶人，因为因亲像草，真紧就打去，亲像青翠诶花草冷去。着倚靠上主来做好，踮伫即个土地安居乐业，着因为上主来欢喜，伊会满足你诶心愿。着将你诶路途交托上主，倚靠伊，伊会甲你成全。伊会互你诶义亲像光发出，你诶正直亲像中昼诶日头。着静静伫上主面前吞忍听候，毋通因为歹人诶计谋成功来不平，毋通生气，着气煞大生气，毋通不平，才免抵到做歹，因为做歹诶人会受遭灭，听候上主诶人会承受所应允诶土地。歹人真紧就会无去，你详细查伊诶所在，嘛找袂到。毋过谦卑诶人会承受所应允诶土地，享受欢迎和平。歹人设计要害义人，痛恨伊，对伊家己切起，主会甲伊踢笑，因为知伊受报应诶日子得要到。歹人背倒开弓，要拍倒困苦善假诶人，杀死行为正直诶人。因诶刀会插入去家己诶心，因诶弓会受压断。义人所有诶虽然真少，嘛比歹人有真侪财富较好。歹人诶手骨会受压断，毋过上主扶持义人。上主眷顾完全诶人诶年日，因诶产业会当永远保存。因伫患难诶时袂抵到见效，伫饥荒诶日会得到帮助。总是歹人会灭亡，上主诶对着会敢若野花谢去，亲像花枯消散。歹人甲人责毋行，义人慷慨施舍。上主赏赐福诶人会承受所应允诶土地，受伊咒诅诶人会灭亡。上主互义人诶骹步稳固，伊欢喜因诶所行所做，因为跌倒嘛袂跋倒，因为上主用手扶因。我前少年3年老，毋捌看到义人受放杀，伊诶后代做乞者，伊不时慷慨施舍，欢喜借人，伊诶子孙得到祝福。着拒绝歹做好事，就会永远安然徛起。上主喜爱公平，
未放杀以性的子民，因永远受保护。毋过歹人的子孙未受遭灭，义人为承受所应允的土地，永远踮伫遐。义人的喙讲智慧，伊的指谈论公平。上帝的律法伫伊心内，伊的骹拢袂踏脱。歹人紧紧地向义人，笑想要杀伊。上主袂放伊落伫歹人的手。审判的时，伊袂受定罪。着听候上主遵守伊的道路，伊就高升你，互你承受所应允的土地。你会看到歹人消灭。我看见强暴的歹人兴旺，亲像树伫家己的土地无生。有人对遐经过，看咧，伊无去啦。我找嘛找拢无。详细看完全正直的人，因为爱和平的人有好的将来。毋过犯法的人会做一个灭亡。歹人最后会受遭灭，总是义人对上主得到拯救。患难的时，伊做因的避难所。上主帮助因，拯救因，伊救因，讨帮因脱离歹人，因为因倚靠伊得到保护。第38篇。上主啊，求你毋通生气责备我，毋通发大生气责罚我。你的箭射入我的身躯，你的手重重击我。你的受气，互我的身躯无一位健全。我的罪过，互我的骨头无一支好好。我的罪过贴起来超过我的头壳，亲像重担，互我担袂起。我因为愚戆，滴到空喙烂搁臭。我互罪缀甲要逼落去，规日行来行去，害害惨。我的腰亲像火咧倒，我的身躯无甲一位健全。我受地伤，规身躯麻痹，我的心苦叹，大声哀惨。主啊，我的心愿你拢知，我的吐气嘛无对你暗藏。我的心噗噗颤，气力衰微，连我的目睭拢无神。我的朋友谈判因为我的歹镜头拢闪开，我的亲人嘛强远。少受我性命的人设罗网，要害我的人讲恶毒的话，规日在设计诡计的阴谋。我亲像草耳人袂听见，亲像下狗袂讲话。我亲像无听见的人，有喙嘛袂当答辩。上主啊，我仰望你，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要引导我。我捌讲，求你毋通互因对我夸口，我的骹踏脱的时，毋通互因对我夸耀，因为我险险啊跋倒，我的苦叹不时颠地我。我要认我的罪恶，为着我的罪忧闷，我会对着强过勇，无缘无故怨恨我的人加添真多，用歹报好的人甲我做对头，因为我追求良善。上主啊，毋通放杀我，我的上帝啊，毋通离开我远远。主，我的救主啊，紧来救我。第39篇。我捌讲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才免我的子犯罪。歹人伫我面前的时，我要用喙暗约束家己的喙齿。我恬恬无出声，连好话拢无讲出嘴。我的痛苦就若加添，
我内心一直烧起来，我愈想火愈大，我就开嘴讲：上主啊，求你互我知家己的结局，家己的年岁有偌济，互我知家己的性命真紧就无去。你互我的日子实在真短，我的岁数对你看起来差不多是无，人不过是一个气，人在活亲像影，因无闲志志，实在无采工，因所接触的，毋知啥人会得去。主啊，但我着听候什么？我的愿望在伫你，求你救我脱离我一切的过失，互我免受戆人的凌辱。因为是你互我受苦，我静静无开嘴。你互我的责罚，求你甲我除去，因为你的手的毒责，我特别消灭。你责罚人，因为因犯罪；你互因所意爱的，亲像着煮汤浮去，人不过是一个气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阿耳空听我的恳求。我流目屎，求你毋通无出声。我是以我你的出外人，甲我的列祖相款是寄居的，求你宽容我，互我还未死以前得到欢喜快乐。第40篇，我内心听候上主，伊有爱空听我的哀求，伊对死亡的陷阱，对土迷中甲我救起来。伊互我徛伫石板顶，互我骹步稳固。伊教我吟新的诗，唱歌学乐咱的上帝。真侪人看到就敬畏来信靠上主。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伊无拜偶像，无甲拜假神的人做伙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有为阮成就真侪奇事，啥人会当甲你比？你为阮安排计划遐尼多，要讲嘛讲袂了。这事甲怜悯，你无介意；烧化者甲赎罪者，你嘛无爱。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，所以我应讲，我伫遮。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欢喜听探，你的律法伫我心内。我伫大聚会中宣扬你公义的好消息。上主啊，你知我要一直宣扬，我毋捌将你的公义藏捌伫心内。我已经有讲起你的信息甲救恩，我毋捌伫大聚会中暗藏你的慈爱甲信息。上主啊，求你毋通对我收回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甲信息不时保守我，因为有算袂了的灾祸围困我，我的罪恶入着我，互我的目睭袂看见。这个罪恶比我的头毛较多，我完全失去勇气。上主啊，求你欢喜拯救我。上主啊，求你紧来帮助我。愿少想要害我性命的人拢流血见笑，愿爱我受陷害的人败退受凌辱。愿对我讲：好，你惨啊！遐个人因为见笑灭亡。愿追求你的人拢因为你欢喜快乐。愿希望你拯救的人时常讲：着尊上主最大。总是我困苦善者，主要顾笑量我。你是我的帮赞，我的拯救，我的上帝啊！请你毋通言前。第41篇，看过善食人的人真有福气。伫患难的日，上主会救伊，上主会保守伊的性命，互伊伫地上享福，袂照对得的心愿，将伊交互因。伊倒伫病床，上主会扶持伊；伊破病时，上主会互伊搁爬起来。
我捌讲，上主啊，我有得罪你，求你怜悯我，医治我。我会对着用歹话议论我，讲伊伫时会死，伊的名伫时会消失。因来看我，拢讲白贼话，因心存奸恶，一个出去就四界甲人讲。所有怨恨我的人，一字一字议论我，因设计计谋要害我。因讲伊的身躯有得到绝症，已经倒床袂阁起来。我所信任食我的饭、知己的朋友，竟然举骹踢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互我阁爬起来，报复因。我的对敌袂赢我就知你依赖我，因为我宣传正直，你会扶持我，互我永远徛伫你的面前。愿称赞归乎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对永远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咱今日太圣经节第4篇第35篇到第41篇。